喺廣州同埋深圳半套屋嘅價錢可以擁有呢度嘅別墅，大園林、中式園林、親水平台喺呢個位置，只需要廣州或者深圳中心市區半套屋嘅價錢就會買到啦。你想唔想擁有啊啦？我哋睇得到我立面，我立面亦都係好新潮嘅。入嚟之後呢，就我嚟車庫啦。咁呢個車庫呢，有個下沉式嘅位置，呢個下沉式位置呢，就連同花園呢邊嘅。我見有啲業主啊，呢度呢就做會客室，嗰邊咁啊側邊有塊玻璃嘅，可以打通佢，咁咧就可以連埋上去個花園呢邊噶啦。我嚟花園南邊呢邊呢，就有一個側花園嘅，側花園呢就親水平台，靠近呢個小區嘅戶中心位置啦。中控大廳設計出到嚟之後，陽台可以睇到我哋呢個小區中心園林啊。預留咗個電梯位嘅，呢度呢就一打開屋窗呢就係電梯噶啦，喺負一層可以上到去4樓嘅。呢間別墅令我住滿意嘅一個地方呢，就係佢每一層都有大房間，超豪華嘅房間啊！如果你有咁嘅諗法，喺順德裏面想揾間別墅自己住嘅話呢，呢個小區可以睇睇，咁靚嘅景觀，咁靚嘅園林，你值得擁有啊！